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英文老师今仔日要来小解咱台语定会用到的汉字。今仔日会讲到的大部分拢是动词。第一个拍，拍球，小拍，拍网仔。啉，会记你爱合喙，看到 M 就爱闭嘴巴。啉茶，啉酒，啉淡薄。啉淡薄就是喝一点点的意思。耍，好耍，做伙耍，耍球。囥，就是放着的意思。囥涂骹，乌白囥，囥咧。捡，捡东西，捡粪扫，捡起来，捡捡。捡捡就是指我们裙子会有打折，一折一折的百褶裙，捡捡。这个是捡，同发音，选东西的意思。捡菜，捡倒一项，捡东捡西。底，装东西，底汤，底入去，底互甜，装满。摕，拿东西，摕物件。摕互我，摕起来。炸，炸钱，白记炸，炸功课，带东西的意思。压，压水，压花，压雨。哀，哀在中文里面是悲，但是呢，要记得这个哀是用在人，跟人有关系。比如讲爱囡，就是小 baby， 我们会用一个布背着它，爱囡，爱囡仔，爱伫骹脚边，背在肩膀上，所以跟人有关系的背要用这个哀。好，这个拍也是背，但是它是用在东西，排册包，排米，排负债。夹，夹甲树，夹货，夹刀啊。这个夹是指抬东西，抬很重的东西。夹，夹滴，夹笔，夹手，这个是举的意思，东西比较轻。压，压断，压做两过，压手把。压就是有把东西折断的意思。扳，扳规矩，扳喙齿，扳面。扳面是以前古代有一种可以美容，用线把你脸上的汗毛拔掉，叫扳面。弯，转弯，弯正平，弯弯弯弯，转哪一边的意思，转弯的意思。弯，弯南，弯头，弯来弯去，转头的意思。对，对咯，颠对，对前对后，跟着，爱考爱对咯，就是跟在后面的意思。大，大倒位，大院，大庄脚，住在哪里的意思。剪，剪了，鸡肉剪，剪过，炸东西的炸。撒，撒青菜，撒海产，撒肉，穿烫的意思。切，切玻璃，切桌顶，切皮鞋，擦东西的意思。带，引带，带我去，带路，引领，带领的意思。站，站脚，小站，把人站，用脚踢别人。弄，小弄，弄壁，弄鼓，相撞的意思。停，停茶，装东西，刚刚有一个茶，那在装茶的装，我们会用这个停。
那另外一个发音叫金脚，没金脚，没有注意，注意叫金脚，所以这个字有2个发音要注意。再来听，小听，咖喱听，支持朋友，支持的意思。台人，台家架高，台低沙的意思。套，地啊套开，套绑，消套，解开的意思。速供，速电，速空气，吸东西的意思。分风，分家龟，分拼啊，吹，分家龟就是吹牛，分拼啊就是吹笛子。踅街，玲珑踅念，它有逛街的逛，还有一直念别人碎念踅念。欲，招烧欲，欲钱，欲财啦，追逐的意思。招烧欲就是指2个人互相追逐赛跑。趯，用石头趯咧，趯伫下骹，趯互扁，压，向下压的意思。踅圆仔，踅头，踅草，踅有用手搓揉的意思，那踅草就是指除草。踅规步，四界踅，顶边踅。蛋，乌白蛋，蛋涂骹，蛋hiện giặc，蛋hiện giặc就是丢掉的意思。嘛有人讲蛋哈角。摒扫，摒粪扫，摒厝内。加头毛，加刀，加纸。翕相，翕热，翕油饭。这个翕有不同意思，一个是照相，另外一个是指焖，很闷热或把油饭焖熟的焖。药味菜，药看卖，药唔对。蜜小吹，蜜雨，蜜雨。蜜小吹就是我们说的躲猫。小吹，找头路，找囡仔，寻找的意思。